而家嘅球壇，每個球員都可以按自己喜愛或者位置去選擇固定嘅號碼，而呢啲號碼成為自己嘅 icon 或者一個代名詞。今集就帶大家去回顧一下球員 number 嘅發展史。另外睇到片尾，大家就會知道點解理查利神會有另一個花名。球員號碼的起源史。一眨眼帶大家翻到嚟上世紀20年代，當陣時嘅足球賽事，兩邊嘅球員都唔會有一個號碼去做記認，只係用球衣嘅顏色去辨別出主客兩隊嘅球員。當陣時嘅觀眾、記者、球證，甚至乎自己職員，有陣時都分辨唔到場內嘅球員邊個入波，邊個犯規。混亂嘅情況，打個比喻就好似咁。為咗解決咁混亂嘅情況，當陣時阿仙奴嘅領隊查普曼提出咗一個革命性嘅建議。如果觀眾想知道邊個係查普曼嘅話，你睇翻我上一段片領隊末路，翻嚟先。查普曼就向賽會建議喺每位球員嘅波衫嘅背面就釘上一個號碼，以識別球員嘅身份。結果賽會接納咗查普曼嘅建議。試驗嘅性質喺1928年嘅8月25號，阿仙奴主場對石洲三嘅賽事入邊，主隊就用上1至11號嘅號碼布，客隊就用上12至22號嘅號碼布。而一個仲要係第一場球員有比賽號碼嘅賽事，亦都成為球員號碼一個里程碑。自從1928年第一次有球員 number 嘅比賽獲得空前成功之後，幾年英格蘭嘅賽會亦都安排咗某部分嘅場次要求球員要着上有號碼嘅波衫，而當陣時嘅各界嘅反應亦都相當之正面。去到1939年，英格蘭賽會終於拍板規定球員必須係穿着有號碼嘅波衫先可以上陣，但係同之前唔同嘅係，主隊去着1至11號，客隊着12至22號，而當陣時最新嘅規定就係以球員嘅位置去綁定球衣嘅號碼，而流行緊嘅陣式就係 WM 陣式，而號碼嘅分佈就係咁嘅：1號係用上守門員，2號右後衛，3號係左後衛，4號係右中場，5號係中堅，6號係左中場，7號係右翼，8號係右內鋒，9號當然係射手中鋒，10號係左內鋒，11號係左翼。而家戰術所講嘅6號位、8號位、10號位，同當年用位置去同球衣號碼綁定有莫大嘅關係。雖然現今嘅足球戰術發展同球員可以自己選擇自己喜愛嘅 number， 令到呢個制度漸漸淡化，但係呢個絕對係足球場上面一個重要嘅革命。誤打誤撞誕生的10號球王。到50年代，隨着足球運動越嚟越職業化同國際化，再加上電視轉播嘅普及，舊有嘅球衣號碼嘅制度越嚟越唔夠實用，所以國際足協喺1954年嘅世界盃正式要求球員係使用固定嘅號碼。所以見到當屆嘅賽事某部分正選嘅球員，佢個號碼係大於11嘅。呢個做法係有利於賽會嘅行政安排、球隊嘅管理、傳媒嘅報道，同埋如果觀眾唔熟悉嗰位球員嘅話，佢踢得好都記得佢着幾多號波衫啦。你認我睇下邊個？好似係2號啊！去到4年後嘅世界盃，即係1958年，因為巴西足協職員嘅失誤，國際足協嘅官員隨心，令到一個 number 10號成為經典中嘅傳奇。
係1958年嘅世界盃前夕，巴西足協嘅職員遞交俾國際足協嘅巴西名單上邊填漏咗球員嘅波衫號碼。國際足協嘅官員收到球員名單嘅時候就發覺呢個問題，但係由於時間緊迫，所以佢就匿埋隻眼，就咁將啲 number 填上巴西嘅名單上邊，令到當陣時巴西出場嘅陣容正選龍門係着上3號，而主力嘅華華就着上20號，而剛出道嘅比利就着上10號波衫。當屆嘅賽事，比利嘅表現簡直八面玲瓏，喺4強對住法國，個人連中3元，喺決賽都包辦咗2個入球，其中1個入球都令人津津樂道。比利出色嘅表現協助巴西奪得當屆嘅世界盃冠軍。4年後，即係1962年，亦都帶領巴西衛冕成功。去到1970年，佢攞到佢人生最後一個世界盃，亦以球王之名將雷米金杯帶返巴西祖國。個誤打誤撞嘅安排令到10號成為一個經典。而1980年代之後嗰20年，球壇就好似中咗一個降頭。你中咗世界上最厲害嘅降頭，冧把降。咩叫冧把降？比利嘅成功令到10號仔成為球隊王牌嘅代名詞，代表住係技術，代表住係一份實力嘅肯定。每個球員都想着上10號波衫，因為球隊嘅戰術重心往往都係以10號為主。喺嗰個年代睇10號仔踢波，唔只係睇一份技術，更加似係睇一份藝術。百花齊放的時代，由世界盃翻返嚟世界各地嘅聯賽，雖然國際足協喺1954年提出固定嘅號碼，但係各地嘅足協都冇跟呢個規矩，依然用上1至11號，同埋大部分嘅球隊都係用位置綁定號碼呢個做法。就算英超成立嘅第一季都係冇固定嘅號碼，正選球員都係由1至11號所組成，更加係由位置綁定號碼嘅。大家可以睇下呢場波，曼聯嘅正選11號係邊個？係簡東拿。而上緊位嘅傑斯，佢就坐喺後備，着緊嘅係12號波衫。而下一季英超將會迎來新嘅改革。到英超成立嘅第二季，即係93至94年賽季，英格蘭超級聯賽成為歐洲首個主流聯賽，需要球員註冊固定號碼嘅聯賽。除咗用固定號碼，喺 number 上邊更加印埋球員個名，令到球員有更多嘅歸屬感。而呢一個革新成為英超咁受歡迎嘅其中一個原因。當時波衫嘅銷量以倍數咁升，帶嚟巨大嘅商業價值利益，所以其他聯賽例如西甲、意甲、德甲咁，去到95、96年都紛紛仿效。除咗對球隊、對賽會有龐大嘅收入利益，對球員方面都有正面嘅影響，因為有咗固定嘅號碼，如果自己踢得太出色嘅話，自己所着嘅號碼都成為球隊嘅傳奇，再唔係局限於傳統嘅10號。而去到90至千禧年代，號碼亦都成為喺球隊嘅地位嘅指標，就好似利物浦嘅謝拉特咁，初出道嘅時候係着28號，之後成為正選就着17號，慢慢成為球隊不可或缺重心嘅球員，就着咗8號波衫。
隨着球員嘅身價同埋商業價值越嚟越巨大，球員嘅號碼亦都可以成為自己嘅品牌。C 朗拿度就係一個最佳嘅例子。背後的故事。有啲球員選擇號碼嘅時候有特別嘅意義，而家就睇下佢哋背後嘅故事啦。迪勤懷斯加盟阿仙奴之後，選擇咗41號波衫，因為佢由韋斯咸嘅青訓到一線隊，成為重心主力，都係着住41號波衫。佢選擇41號係要好好記住呢個 number 帶俾佢嘅一切。曼城嘅科頓而家成咗名，亦都成為曼城嘅正選，但係佢仍然着住緊47號波衫。呢個 number 係用嚟紀念佢47歲離世嘅爺爺。99年效力蘇超阿巴甸嘅斯奧路尼，成為英國第一個，亦都係最後一個着住0號波衫嘅職業足球員。點解佢着0號？我諗同佢個名有關。後來足總收緊對號碼嘅限制，嚴禁着0號波衫，所以佢第二季已經改穿11號波衫。不幸嘅係佢喺04年因為交通意外離開人世。02年由帕爾馬外借到新特蘭嘅喀麥隆前鋒麥寶馬，初頭佢要求着70號波衫，因為佢本身70年出世，同埋佢喺帕爾馬都係着70號波衫。意甲一向對球員嘅號碼都比較寬鬆，但係英超喺嗰個年代都有少少限制，一線隊嘅球員係禁止着偏大嘅 number 嘅。點解有呢個限制，我就唔係好清楚啦。最後麥寶馬選擇咗7號波衫征戰英超。頭先講開意甲，不得不提一個經典號碼森莫蘭奴嘅1+8。1998年，意大利一代金童巴治奧加盟國際米蘭，朗拿度讓出佢嘅10號波衫俾巴治奧。朗拿度基於商業嘅考量，要求改穿9號波衫，但係本身9號波衫係屬於智利前鋒森莫蘭奴。喺咁嘅情況底下，國際米蘭嘅高層主動斡旋，說服到森莫蘭奴改穿18號波衫，而森莫蘭奴就喺1同8中間加上一個加號，1+8嘅波衫就成為球壇一個經典。如果大家對意甲嘅 number 限制覺得好寬鬆嘅話，我相信傳統嘅觀念限制我哋嘅想象啦。因為墨西哥超級聯賽佢哋嘅 number 可以去到3位數字，我喺度諗做旁述嘅咪講得好辛苦。有啲球員本身選擇嘅號碼同佢嘅位置與傳統係有所不同，就好似米克羅域咁，佢本身係踢中堅，但係喺拉素同國際米蘭佢所着嘅 number 係11號，而佢最聞名嘅就係佢嘅自由球。喺98年對住森多利亞嘅一場意大利甲組聯賽，佢一場波係連中3元3球，仲要係自由球，亦都堪稱一代左腳王。除咗米夏內域之外，仲有20年前效力阿仙奴嘅加拿斯，佢選擇咗10號波衫，而短暫效力車路士嘅荷蘭中堅波拉里斯就着上咗近年係車路士魔咒嘅9號。喺18-19球季，新加盟嚟到狼隊嘅帕拉斯奧，佢選擇咗11號並唔係1號，因為原本着緊1號波衫嘅狼隊龍門卡路爾基美因為患咗急性白血病，宣布提早退役。所以帕拉斯奧就選擇咗11號波衫，填空咗1號波衫，向卡路伊基美作出致敬。拿波利同 AC 米蘭都分別封存咗10號同3號，以表揚馬勒當拿同馬甸尼對球會嘅貢獻。隨着近年嘅戰術發展，傳統嘅10號仔已經買少見少，就算喺球隊着住10號，亦都唔算係球隊嘅重心。所以而家更多嘅球員選擇自己更喜愛嘅號碼。話咁快，已經嚟到2026年嘅6月。即係世界盃已經開打緊啦，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堆球星着過嘅號碼呢？
啊？未諗到前啲啊？